来看桃园市的社会主体，最近互监察院指出讲，数量是达到尾仔的第2名。桃园市政府是强调讲，下半年会有5栋的社会主体会动工，佮有3栋已经会招标了。加上已经完工的计共是有6320户，按算2030年进前地方企业佮加上中央企业，计共是有15000户。车来去伫市中心挖中立火车头的中兴巷社体，过去是老旧警察宿舍。市府引进民间资金14亿起2栋20层大楼，其中1栋分回市府，按算10月开放参观。年底进前应完成申请组较大的作业。我的朋友想要来租啊，到这里租才10多万了，不错，很好。这里比较靠近市中心，比较方便。不错，离市区蛮近的。如果可以价格不用那么贵的话，当然是对老百姓是好事啊。不少人期待社体煞怨叹厝歹找。根据监察院报告，甲去年底桃园中央甲地方中央区社体9499户户数6度倒头算第1，敢若比台南较悬。医院这期社体起的速度对比着民众的需求。目前桃园已新办的社会住宅是4629户，大约占我们桃园所有户数的0.05%。新办的社会住宅的速度跟不上桃园民众的这个需求。预计在119年，桃市府自行新建的社会住宅会达1万户以上。若再加上中央新建规划的社会住宅，可以达到15000户以上。社体发展处表示，按算伫今年1月完成5个社体基地开工，启动3个社体发包，也继续整理整体开发区的土地，包含中会区、区定区，也有多期变更土地来增加社体数量。登记目标希望达到桃园市境内户数的5%，差不多是45000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